正道，耶稣是复活，是生命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生命的主啊，复活的主啊，求主差遣你的真理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认识你是复活，你是生命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7个神迹中最后一个，也是7个神迹中最大的一个。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初中那时候为了要跟牧师跟神父挑战，我就去买了一本圣经，而且拼命读。你知道我读圣经那时候的根据是什么？我那时候认识一个人叫做七木铎，有没有听过？孟祥生啊，还有陈古印，他们对基督教很多批判，我都把它拿起来对照，然后我常去找牧师跟神父挑战。那时候我读了约翰福音，就是今天的经文，我发现耶稣真的非常白目。我那时候感受很深，拿来跟基督教的牧师跟天主教的神父挑战。但是我今天年纪这么大了，再回过来看这段圣经，我发现耶稣基督讲话那么白目，其实有真正的背后的意义。来，我们来看，耶稣最爱的人就是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。拉撒路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帮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台湾有一个人叫周拉撒路，你们听过吗？就周神助牧师啦。神助的意思就是拉撒路啦。所以这个拉撒路的意思是他从小生下来的体弱多病，爸爸都很相信他有神助，对不对？姐姐妹妹都认为他有如神助。结果这个人生病，病到快死了，病得这么严重，以至于他的2个姐姐都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床榻，就差遣人去找耶稣。找耶稣的时候讲话很含蓄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已经病了。”这句话其实是跟耶稣求援，是跟耶稣求救，也恳求耶稣帮助。这么讲已经够清楚了，结果耶稣竟然白目说：“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，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请问，如果你是拉撒路的家人，你会不会气得半死？人都要死啊！你个公这些狗屁啥，对不对？他就听了就很生气。其实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，耶稣基督的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高举上帝的荣耀，同时也要启示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基督说“荣耀”这个字，在约翰福音的上下文，我们就知道是指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件事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：“我来到拉撒路的面前，当我要医治拉撒路的时候，就是同时也是导致我要被公议会处死、钉在十字架的时候。”这样了解吗？是讲那个背后的意义。然后呢，耶稣素来爱他们，结果呢，耶稣很白目的就留在那里2天，请会不会急死人啊？了解吗？就2天这样折返，留在那里2天，又到他那里，你看来回的时候已经死掉4天了，而且埋葬了。请问情何以堪？耶稣逗留那个地方，没有及时赶去见他们，而说那病会显出上帝的荣耀，这实在令人费解。耶稣怎么专做这种事呢？很不近人情，你知道吗？从我们来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哦，为了一通电话说某一个人临终了，赶快来当祷告，结果那个牧师就开车一路闯红灯，闯红灯去的时候，刚好那个患者就死了。你知道那个牧师告诉我说，他从此那半年都不得安宁，因为那个姐妹每天到他家、到他办公室哭，他说：“我爸爸都是你害死的，你如果早一点来就不会死。”那个牧师告诉我说，他每天都被骚扰，1个礼拜至少5天，待在那哭，只能哭。
啊，当然那是那个商家的伤痛啊，他每次就跟他拍拍肩，然后为你祷告。不用啦，你那时候不来祷告，这时候都厉害死了。请问拉撒路的家人情何以堪？其实约翰福音非常强调，耶稣是一位超越的一位上帝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他有超越的神性。换句话说，过了2天，到了第3天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2章1到4节，还有亚伯拉罕献以撒都是第3天。第3天是上帝救恩的日子，那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也是3天3夜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要去伯大尼，要到第3天，有2个基本的意思是我们比较难了解的。一个是什么？是拉撒路真的死了，而且死透了。因为犹太人认为人如果到了3天以后，他就开始腐烂，然后呢，他灵魂就离开了，就救不了了。第2个意思就是，耶稣的行动是由天父所决定，他坚守上帝的时刻，他回应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人间的急需。在这里也暗示着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主。所以拉撒路的死，好像耶稣基督不近人情，不去处理，就眼睁睁看他死，真正目睭金金人胸中。好，这样子，其实背后呢是上帝要让耶稣的门徒相信，上帝愿意赐给人真正的生命，那才是真正的大爱。耶稣基督要战胜死亡跟疾病，耶稣基督是复活，是生命，所以上帝要把末后的恩典是超越前面的啊，人只看目前的。好，所以当耶稣决定要去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就开始急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怎么那么白目呢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犹太人都准备要拿石头要杀你呢。”因为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医治了那个天生的盲人，所以他说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来，我们再往犹大去。”门徒说：“拉比，犹太人进来拿石头要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”其实耶稣冒着生命的危险往伯大尼去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为了爱拉撒路，付出死亡的代价。耶稣基督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甘心乐意知道我们都有必死的生命，可是耶稣自己先面对死亡，他付出伟大的大爱，牺牲自己的性命，然后呢，让自己的死亡来击败死亡，所以要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。好，耶稣就说拉撒路睡了。哇，他们说啊，那睡了何必去呢？其实耶稣基督含蓄的说，拉撒路死了。其实，在上帝的眼光，我们所有人在基督里面的死亡都是睡了。所以多马就讲了风凉话，说：“好啊，那我们跟他一同去死吧。”他误解了耶稣的话。好，所以我们都直接来看拉撒路复活的神迹。我在这里就分了几个重点。我发现我以前在读圣经，都喜欢用负向的看法，都觉得马大很不好，玛利亚很不好，然后什么不好？其实错了。我们先来看，第一个，我们来看17节到27节，是马大的信心。好，17节说，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，意思就确定死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跟玛利亚，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。所以犹太人照着习俗来到商家，在那里陪他们哭泣，这是犹太人的爱的行动。好，马大听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。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”所以他在这里也充分的坚信耶稣基督有医治拉撒路的大能。所以他补上一个更有信心的话，那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必赐给你。”所以他相信
耶稣基督在拉撒路病的时候有能力医治拉撒路，即使现在他深信耶稣跟天父是紧密的契合，肯定耶稣的能力是来自上帝，所以只要耶稣求上帝，天父必应允。所以马大对耶稣的信心，哇，令人振奋。因为我们一有痛苦，我们就萎靡不振，我们就产生负面思考，然后我们就被哀伤所压抑。可是马大无论如何都看到光明面，他知道耶稣基督一来，耶稣基督必然带来生命，耶稣基督必带来喜乐，所以他就这样的信心的表白。我这种表白的时候，请问耶稣基督怎么样？非常高兴。22节，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哇！他听了这句话以后，请问马大怎么回答？马大跟当时犹太人一样，相信死者在末日要复活，所以马大就不假思索的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知道在末日，我的兄弟必要复活。”但耶稣基督所说的不是末日，是现在。常常我们有很多的信心，都是未来式的，都是将来的。但是耶稣基督说现在，所以耶稣说你当天就要复活，所以他就表达这句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中文翻不出来，而且翻得不是很好。那个希腊文叫做 emiego 的意思就是出埃及记3章14节的哈亚。这个哈亚中文也翻不出来，哈亚就是这个动词，就是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我就是。那我们的中文圣经翻作我是自有永有的那中文圣经翻作我是，可惜我们的中文圣经和合本翻作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，所以都看不出那个意思。真正的意思是耶稣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这是出埃及记3章14节，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启示他自己是耶和华的意思，所以耶稣就用这句话来回应马大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；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”然后耶稣就对马大挑战说：“你信这句话吗？”耶稣的意思是：我是生命的泉源。那个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个英文翻作 being，B 是大写的 B。那我们中文没办法翻译，那个真正的意思是：我是使整个宇宙万有存在，我是使整个生命存在的那一位生命的源头，我是使整个宇宙生命运行，人能够生命活着的那一位生命的管理主，宇宙的创造主、管理主，也是审判主。所以保罗就说：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。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说：我是生命的源头，我是赐生命的人，我是管理生命的人。他把一个神圣永恒的新生命赐给人，使人复活。凡活着信他的人，都要获得跟基督一样的新生命，永远活着，而且可以跟上帝团契的新生命，不因为肉体的死亡而失去。所以约翰福音一贯强调永生就是现在，信他的人就能够出死入生。约翰福音5章19节到30节。所以这个接受这个恩典的条件就是信，你信就可以得永生。所以耶稣就对马大提出挑战说：你相信这句话吗？好，马大就回应了，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宣言。约翰福音专门透露出那个女人在耶稣的眼中里面，那个信仰的能力是超越男人。你知道耶稣基督在期末考的时候，对他的学生做期中考对学生做那个最后的期中测验的时候说：人说我人子是谁，对不对？耶稣12个门徒只有谁讲？彼得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有没有？
而且他满脑子的基督是指着是一个耀武扬威的一个军事强人、政治强人、经济强人，将要进入耶路撒冷，在那里耀武扬威，把所有罗马人赶走的。那耶稣说：“是，你说我是基督，我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对的。所以我要上耶路撒冷，被什么？被长老、祭司长审判，然后交给外邦人，然后把我杀死。”哇！彼得吓死了，说：“这事万万离不到你，对不对？”跟随耶稣3年多呢，期末考才1个及格呢。那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请问他跟随耶稣多久啊？没有啊，才1个多小时，马上说你是基督，对不对？我的信仰告白就马上出来。啊，马大也是一样，马大做美好的宣言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是基督，我信你是基督。”是上帝的儿子，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这是约翰福音所启示里面最圆满的信仰宣言、信仰告白，就出在马大的嘴中。请问这个约翰福音是谁写的？约翰写的。请问约翰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啊。请问男生漏气不漏气？啊，漏气。他还是坚持，因为这事是真的啦。那没有办法，他只好写下来了。了解吗？哇，他做了很美的见证，这是真的是马大，真的是女性神学家。好，这个宣告的时候好美啊。然后接着我们来看28节到32节，这是玛利亚的信心。玛利亚的信心也不遑多让。马大宣告信仰以后，就单独的回去邀请他的妹妹玛利亚来，然后呢，隔开安慰他的犹太人。因为当时犹太人威胁要杀耶稣，要把相信耶稣的人赶出会堂，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。所以，因此犹太人这样的威胁，他就把他妹妹邀出来，单独跟他谈说：“我们的夫子已经来了，他要找你。”好，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，玛利亚就在那里去急忙出来见耶稣。结果，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是什么？来，我们上礼拜有提到那一位天生盲人被耶稣打开了以后，认识耶稣是基督，他就俯伏跪下来敬拜耶稣，对不对？那是信仰的最高峰。结果我们就发现，玛利亚一到的时候就伏在耶稣的脚前，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然不死。”玛利亚俯伏敬拜，看来他对耶稣信的程度比马大更深，他敬拜。你知道同样的信仰告白是什么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有一个人叫多马，他才对耶稣说：“你是什么？你是上帝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”才俯伏下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神迹。这个神迹的本身蛮有几个特色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发现耶稣到了那里就哭了。耶稣的哭跟同一章的所有犹太人的哭泣不一样。耶稣的流泪是因为周遭人的不幸，他感伤，他要带给世界的生命被拒绝。而犹太人以为耶稣的流泪只是因为他深爱拉撒路，只是表达对死者的爱而已。好，结果耶稣到那个洞口的时候，耶稣说了什么？耶稣命令他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我们就发现人能做的耶稣不会做，人不能做的耶稣才做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：“拉撒路出来。”请问这个人能做吗？不能啦。请问解开让他走，这是人能做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把信仰搞错了，以为上帝是阿拉丁神灯的灯奴，然后我们一插就说主人有什么吩咐，然后上帝你都不听我的吩咐，我不理你了，我们在那撒娇。不是，上帝是我们的主，神迹奇事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，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做，不能做的上帝的神迹奇事才临到。宣扬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那个人信主，那是圣灵的感动。好，耶稣那时候命令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就好意思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啦，现在尸体错了啦，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。”
所以这里作者在强调，拉撒路不是假死，是真的死了，是因为他的灵魂都离开了尸体，复生无望。好，耶稣就坚定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，就必能看见上帝的荣耀。”好，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耶稣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奥秘：人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我们刚好相反，我们常常说：“主啊，我若看见你的荣耀，我就信。”其实刚好相反，我们要先信，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们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”好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好，我们来看耶稣的祷告，很特殊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，叫他们信的是你差了我来。”耶稣当众对天父祷告。在这个悲伤跟哀痛的氛围里面，令人惊讶的是，耶稣基督对天父充满了感恩跟信赖，是天父跟圣子无间的契合。他一直做天父所喜悦的事，耶稣确信天父会听他的祈祷，所以他在还没有行神迹以前，他先感谢天父。所以耶稣显这个神迹，其实是为周遭的人，使他们认识天父以及天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复活，是生命，是能够战胜死亡的。所以耶稣的感恩的祈祷就成为初代教会的模范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一方面耶稣的祷告。所以耶稣就大声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个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叫纪祝文牧师，他说还好耶稣说拉撒路出来，如果耶稣说死人出来，那全世界死人全部都出来了。后来得了，因为耶稣的话带着大能啊。还好幸亏只有耶稣讲说拉撒路出来，就拉撒路就真的出来了。那有一个神学家，我今天早上看到蛮可爱的，他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师4次大声喊叫，那耶稣喊叫2次，那周遭人也喊叫2次。周遭人喊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周遭人大喊是要把置耶稣于死地，而耶稣的大喊是要把救恩带给人。好，然后就解开让他走。耶稣高声一喊，拉撒路就从死中复活，离开坟墓，神迹就发生了，上帝生命的大能显现了。所以很特殊的是，耶稣的话语带着生命，带着权柄，所以那件事情，周遭人就产生2个极端的反应：一群人就相信耶稣45节，一群人就决定不信，不但要杀耶稣，而且连拉撒路一起杀掉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做几个反省。我们在这个整个反省的时候，我们来反省这段圣经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。首先，我们来发现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。约翰就用复活的神迹来以指引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神，是上帝的儿子。约翰用他最后的神迹引导我们归向基督，全心的相信他是真神，直接揭开信仰的奥秘。耶稣以神性的权威宣告：“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”孔子没有这个启示，所以孔子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孔子要死之前的时候，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，子路请孔子祷告。孔子说：“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我们知道孔子是商人的后裔，那个商汤的后裔。他用商汤岛屿词的祷告说：“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可是耶稣基督却叫人死里复活，他是复活，他是生命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带来神圣永恒的新生命，这个生命使死亡丧失了霸权。耶稣基督启示自己是人类唯一的希望，人能够克服死亡的恐惧，肉体的死亡只不过是睡了。所以这是生命中的自然的规律。
所以死亡不是我们必当克服的敌人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克服了。死亡也不是我们最后居进的坟墓，死亡只不过是个关口。我们透过死亡的关口，我们可以进入永恒。所以耶稣基督他要去犹大地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拦住他，因为他怕耶稣去的时候会遭遇不测，所以他们要拦阻耶稣基督接受死亡，以避开死亡。可是耶稣基督正为死亡而来，他在接受死亡的那一夜，以爱的力量彻底的战胜死亡。为了爱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残酷的死亡，他也为我们赢得了复活，最终的复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，用生命战胜死亡；我是复活，用复活战胜了死亡。”所以拉撒路的复活，其实是在预告揭开耶稣复活神迹的序幕而已。好，我们来看那拉撒路，他最后还是会死。那时候出坟墓的时候，他的头用汗巾遮面，看不清楚方向，不知道他为何而活，往哪里去。他身上缠着链布，然后被捆绑不自由。在坟墓中，那里冰冷没有生气，而洞口被石头堵塞，他内外都受了限制。我们来对比耶稣从死里复活。耶稣死的时候，同样有裹头巾，身上有链布，约翰福音20章第7节。但是耶稣复活以后，彼得进去那洞看，发现裹头巾还好好的窝成一团，卷起来，然后链布呢，也弄一团，很像那个木乃伊，但是里面都空了。那这在说什么呢？这在说什么呢？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大喊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具有极大的能力，应验他的话说：“羊听见我的声音，我按照他名字呼唤自己的羊。”信仰那些已经死的人，将来必从死里复活。但是耶稣以复活的大能，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儿子对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，属于他的羊，虽然死了，也将来必复活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他复活拉撒路，就是我们将来每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先生。而且我们都可以听见耶稣基督，将来我们都可以复活。然后呢，在这里也讲说，解开让他走，耶稣基督也要借着我们的手来恢复别人的信仰，使他们相信这一位复活的基督，然后得到生命的自由。好，第二方面我们来看，耶稣的复活是胜过生活中的痛苦跟考验。耶稣的同在带给我们安慰、怜悯跟盼望。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满是痛苦跟考验，几乎没有人能够避免。我们看到人光鲜亮丽的外貌、从容的地位跟万贯的家财，可是几乎每一个人深入的认识他们都有一些人是暗夜的哭泣者，有一些人啃食着他的痛苦，活在无奈当中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了解我们，他知道我们，他也靠近我们。他并非无动于衷，他仍然伤感流泪，但是他不像那些旁边犹太那些职业的哭丧女，在那营造着整个痛苦的氛围。耶稣对人的痛苦感伤，但是他知道痛苦的深处蕴藏着上帝的救恩，所以耶稣基督靠近了，他要安慰、帮助我们，他总在痛苦中拯救信他的人，感受他的安慰。另外，我们的盼望比所有痛苦跟考验强得多了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这是保罗他的对上帝的赞叹。我们知道爱训嘛，我们通常把爱训都只看
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训，对不对？尤其4节到第8节。可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是讲到人的爱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。这个，可是保罗其实写了2个爱训，另外一个爱训是罗马书第8章，那是讲到上帝的爱。所以保罗说：“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”接着他列出了一系列的可怕的阻碍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痛苦、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裸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他最后做一个结论说：“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”当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拉撒路，我们就知道所有的苦难在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痛苦是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不可少的元素。面对痛苦，人很自然的转向上帝祈求，像马大、玛利亚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他们让耶稣知道彼此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。他们祈求的东西，祈求的那尽在不言中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连耶稣所爱的人也难免遇到痛苦。我们信仰，只要不是今生的奇如避祸、逢凶化吉，因为马大渴望神迹发生，但是耶稣把它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：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。然后挑战说：“你愿意相信吗？”所以，我们在这些苦难的背后，我们相信到背后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好，我们在这里也要来反省，我们面对死亡带出的信心跟喜乐。我昨天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，非常感动。她说她现在在做临终关怀，不是在人要临终才关怀，人到临终的时候关怀的时候，那些临终者都总觉得说：“我被你们外科医生、被血液肿瘤科、被什么科都放弃了，最后才找一个送终的人，就是加医科的临终的人。所以等到送到安宁病房，他们说：你们都不要我了吗？所以那个医师跟我讲说，他们很早就介入。然后呢，我更感动的是，当这个病患死了以后，他们继续关怀至少半年，不但为他们处理善终，也处理背后的整个的安慰跟伤痛。那我就问他，他就告诉我说，这些都没有点数的，也没有钱的。所以他带那些护理师去的时候，那护理师的护理长都说：“那没钱干嘛要做？”他说：“我都做了。”哦，听得非常的震撼跟感动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有这种做法呢？你已经够忙了。”他说：“这是信仰，这是生命，我们要陪他走最后一段。”好，所以这个神迹呢，就激起我们莫大的喜乐跟信心。耶稣以爱为我们战胜了死亡。所以，我们跟耶稣一连结，我们就怀了极大的盼望。我们不再害怕死亡，因为我们的救主是永活的救主。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哈，那个台湾原住民的牧师写的，对不对？主永活在我心嘛。好，那个原住民的牧师他写这一首的时候，就是他独生子，他唯一的儿子溺死的时候，他当天写的。主永活在我心。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救主是永活的救主，我们也确知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胜利，死亡没有办法再主导我们生命的一切，所以死亡只是我们迈向永恒的过渡而已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毫无畏惧的接纳死亡，并且渴望，而且热切的渴望基督的复活，然后与基督相遇。所以，我们已死的亲人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。因为我们要赶快把福音传给我们已死的人。基督是克胜死亡的胜利者，所以耶稣说：“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听了你复活拉撒勒的信息，主，我们恭敬的把我们心深层里面对死亡的恐惧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难处、我们的挣扎、我们的考验、我们的病痛、
我们的难处、我们的困难、我们的怀疑，都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赐给我们像马大这样的信心，更赐给我们像玛利亚的信心，在伤痛中看到你的安慰，在死亡中看到你的复活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透过拉撒路的故事，把你的身份，你是复活，是生命，启示给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怀着极大的信心跟喜乐，说：主啊，我愿你来。主啊，住在我心中。主啊，你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我们信这句话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